5月8號出世嘅朋友，祝你生日快樂，身心靈健康，實力派，處事好靈活，做嘢應變能力同埋執行力都好高，有影響力，做事手法非常之圓滑，同埋你嘅溝通能力好強，好識得家制應酬，同埋你嘅人緣好好。你好中意計劃同埋預計一啲嘢，但係如果同你預期有啲唔理想嘅話咧，你個人容易灰心，同埋有少少意氣用事。而感情方面，你係一個情場高手，唔介意世俗嘅眼光，為咗得手咧不惜一切，所以有時愛情咧未必會長久，有時為咗擁有，得咗手之後咧，可能先至發現未必係自己需要同埋中意嘅。結咗婚之後好重視家庭，如果想愛長久嘅話咧，多啲留意下對方嘅感受，俾對方多啲嘅自由度。而性嗰方面咧，熱情同埋技巧型，你好識得一啲體感嘅技巧同埋感受上面嘅技巧，可以令到對方好 enjoy，所以喺性嗰方面係無可挑剔嘅。而財運同埋事業方面咧，你好有事業嘅頭腦，亦都好有人緣同埋人脈，所以做一啲同人相關嘅事業咧係一定賺錢嘅。你出手好闊綽，但係唔識儲錢，但因為你有能力賺到錢，所以一般嚟講咧都唔受錢。而你嘅生命課題係啲咩呢？好多嘢喺一開始嘅時候咧，你會過分樂觀，而冇諗清楚咧點樣行，係咪真係啱自己先去做？其實有好多嘢有明確嘅目標同埋方向，你一路跟住落去行嘅話咧，先會獲得具體嘅成果嘅。記住，切忌衝動同埋貪心啊！深思熟慮多啲嘅話咧，你成個人生咧都會豐盛同埋圓滿好多㗎。